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甘蔗。平常我手天要风做事，下个世界手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了下我们去小鸡强喵，然后变做了下时行嘅网红，因为奥多麦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冲下落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哇，风景要出来了！哇，难得，可能那边较发，故所该看较清楚，规则个风景你看得到。我从台山县去到惠顺条，漂亮。那边按多个风力发电机，听讲那边是全亚洲最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厂。我想讲，我惠顺条有一个朋友，叫维尼，然后前几款叫做我来聊。维尼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嗨！啊，你要带人去哪里啊？带你去就知道啦。好。我坐你的车。好，再总查，Let's go， 好来啊。右转，这里是地公庙右转。OK。哇，风好大。啊，姑姑，你要带人去哪里？挖地瓜。你家有种地瓜？有啊，我家三宝都有种。我们后龙的三宝是地瓜、西瓜跟花生。哦，都嘞。就在这里啦。这个是地瓜田。我们先换装备。OK， 认真哦。认真。这正在工作的是我爸爸。爸爸，可以带他试试看那个梨谷吗？可以啊。头摆很牛做的啦，你还要用机器来做嘞，你就会来嘛，吼。这很重哦，开到田里去，然后等一下要麻烦你红林坐在上面哦。马盖医师为什么要坐在上面？要让它前面的重力不会翘起来。我开，我们两个在上面，要重量要往下压哦。要出发喽！原来是这样子啊！然后大力压，不要让它跑走。很像在玩。OK， 这其实蛮危险的吧？对啊，所以我说会闪到腰，或是脚扭到。现在很像在跳街舞还是什么的 ，Michael Jackson。董贴片该干够了。OK， 随时会翻车的感觉。所以这就是辛苦的所在。像现在走的又是平的，就还 OK。你要不要体验看后面的？后啊。可以换位置，换他。对。我跟在你后面好了。有什么诀窍吗？斜的。哪张被你踢了？出发。会不会太快？太快了！跳架的！太快了！哎，我被逗啊！不是，这个要小心，就是它的技术的斜角，不要去离到地瓜，不然地瓜会直接被你砍烂。好嘞，出发！红林爸爸在整你啊！唔怕，我做的，我老牛用。有看到地瓜一直跑出来了。哎，用做的嘛？我目前跟在你后面看，都还没看到有被砍断的地瓜。很做的啦哈。对，很厉害。好了，最好了，你去后面挖地瓜。哦。其实我冇想到佢从按夹就往前动一下，那个 engine 丢好了就往前走，石头有都会冲搞个 SUV， 还在讲在跳舞还是划船什么的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挖地瓜。然后我们在挖地瓜，就是像这个就是一株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这里要拨开，然后直接摇，然后把它拉起来。哇！对，然后这就算大条的，好像人参哦。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旁边的须把它剥干净。它宽量奶着的哈，它是比较沙子类型，沙的。所以剥一剥就掉了，不会有土粘在上面。你刚刚老板讲沙的梯，它后中料番薯，系吗？因为它土质松软，然后在种地瓜方面啊，或是像我们的西瓜干嘛，疏水性会比较好，然后就变成它该湿的时候湿，该干的时候干，不会说泡在水里啊，或者地瓜会有虫害啊，然后吃起来的口感也会比较松软。重点都是看老天爷在吃饭的，哇，被拔断了，有折断了，对，这就是里面的颜色。俗称蛋黄地瓜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会直接说黄金地瓜，把它拉起来。拉起来。对，就一串。你看到给番薯叶，你是该吃的那种地瓜叶吗？这里没有地瓜叶，它只会生地瓜叶，它其实下面不会长地瓜。然后我们像这种小条的啊，因为我们就有时候没有浪费，我们就会用蒸给鸡吃。要蒸哦。对啊，要把它蒸熟啊。然后我们要把旁边的土拨一下，这样我们等下回去就会比较好整理。古总，你都卖去哪？我们其实很多地方网络上也有销售，然后我们也有在固定的通路在跑。对。当年来都会经过两片，来去拍摄都会该供田改片，绕境的时候这也是很热闹。咱爱去一摆，爱用慢慢的去漂亮了，带暗床的时间，做到爱用个踩铁个田色，从这边汹涌的风景，无汹涌的国土起航，因为无汹涌的心情。拜拜，谢谢你，我才谢谢你。这叫什么？番薯，我自己帮他取一个号码，38号。我现在盆的那个装起来，看是要抬嘛，要上番薯。有你吗？Hello。你在看什么？啊？会不会太近了？我看到懂讲啊。是。我想说，你可以教我怎么做吗？这个太难了，你目前只能学基础的。啊，那有个东西，大概一田红挖到的番薯。哦，这不是地瓜吗？对。我想做一个盆子。可以啊。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吗？对，今天做的是清水模小盆栽，我已经帮你调好黄金比例了，你绝对不会失败。我现在先帮你倒粉，然后你的手拿搅拌棒，然后搅的时候啊，要搅，然后刮边缘啊。我先帮你倒一半，好，开始搅。还有冲啊？好，开始。这样对吗？对。会不会发热？会，我们这个是快干水泥。它1个半小时就可以把成品取出来了。好，我再帮你倒满。快点！可以吗？对，要2分钟。做嘛该酸2分钟。主要是要把水泥跟粉搅拌均匀，这样子做出来的成品才不会有太大的色差。太久又会干掉，对不对？对，太久的话，它的流动性就会跑掉，成品做不出来。可以倒了。我要帮你敲气泡，敲气泡。对，水泥它会产生一些气泡，就把它调出来。OK， 到咯。好。扣，有影无？头摆从头要看到个防磨奶，迄做工迄个去做的，你那边做一个作档去搞的东西，动贴片，用个思考方式，你后生人本能做得做的事情，希望智慧调加去，做个我继续做下去。然后你看上面不是有气泡吗？就把它敲一敲。刚刚有看到，就是气泡会让它没有那么好看，对不对？就有一个洞这样子。对，没有那个洞，但是有些人就喜欢那个洞。做造型的话可以。
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。哦，啊，电击球当要走？等1个小时半。你这边睡梦一下，我这边睡一下午觉。我等一下我帮你变一个魔法，可以马上就可以拆了。来，团宽加热，按就好了哈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不是加热啦，水泥根本就不能加热，这是我早上灌好的。那你干嘛配合我？先让你试看看拆模，拆模也是一个功夫哦。你先试看看，会坏掉吗？不会吧？拆不好就会坏掉了。很像肥皂哎。还是我来吗？好，你来。来，它有一个技巧，就是你压下去，然后还要再拉回来。对，这样子。拨一下，好，对，左右。哇，按就完成哎。对，很完整哦。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哋要攞佢放到盆的底度，看佢要太要上到像，你弄要看到个地瓜的那个盆栽。哇！几两片就有一个，像这个，看会不会长跟这个一样？可是你是剪枝，这个是剪一个番薯来种，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不会生番薯。为什么不早说？所以你要带的话是要带薯块，而不是带薯叶。所以你带错东西了。哇！掰的，掰江江，错误示范。好了，所以会做料就很难的哈，对，这比较难。全部都你自己做的吗？对，全部都我自己做的。你要用块几久嘞？快1年多。这块地是我用租的，自己整理，然后买货柜，打造起来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的样子。假使会行销，假使会用面撸，其实记到七家就买咧。当迄个其实较有显示的迄老菜体故事来做连接，因为甲女方看到动作强妙，假使有可能，然后菜体的故事加落去，你啊风毛来就唔单像迄风毛来，就会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有灵魂的东西。呢應該算一個秘境，你看，規個海岸都矮，有人啊，還有人啊，記得像日本人那種鬼滅之刃。你好，請問你們是來拍什麼的？拍那個角色扮演。角色扮演，可以問你們是什麼角色嗎？对，因为这部比较台湾没那么有名，哼，叫《离别早晨》跟離別的早晨。就捕獲離別的早晨，兩位。之後會先總頭嘅建設，睇睇有啲上槍，女童法，但係人童少，應該用無共用嘅國土來看地方，要看到無共用嘅風景。上古嘅鐵啊，上古嘅門，還有田徑嘅北宮廟，去我都擺去女方，去享受改變嘅風，改變嘅環境。敏感了這種事情，我會用菜體嘅角度去看。